我很感谢我的第一次这样的城市，他来给我加油助阵，然后第一次都会比较难，说实话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营造，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。我觉得对于赵来讲，就是我觉得患难真的是患难见真情，因为有时候你不能够意料到你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但那个过程，他陪着你过来的那个人，他一定是最真诚的。所以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当他需要的时候，需要这样的力量和鼓励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还有包括我的粉丝都一定会在意。就哪怕是粉丝大家可能用不着，但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互动，你们支持笑笑的这些话，支持话的笑笑这些文字，然后直播间的人数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，所以我觉得都特好。所以我觉得笑笑很值得在这里，然后被大家喜欢，然后也是他很专业的一个部分了。说实话，因为在生活上面，我觉得他还是比我更懂得生活一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闺蜜，加油！谢谢露丝，谢谢，赶紧去休息，加油！吃点东西，他还没有吃东西。在旁边等你放假。哦。